我係潮州人，我中意食魚蛋、雞蛋仔啊，蛋撻咯，奶茶咯，佛跳牆都幾好食。咁啊，梗係叉燒包啦，都50年噶啦，因為情有獨鍾。一串魚蛋，一個叉燒包，一碗雲吞麵，一份雞蛋仔。對於唔少香港市民嚟講，食物不只係填飽個肚，更加承載住生活記憶。喺香港街頭行下，熟悉嘅味道陪伴住一代又一代香港人成長。邊一種食物最能夠代表佢哋記憶中嘅香港味道呢？我係潮州人，我中意食魚蛋、牛肉丸啊嗰啲咧。我哋好多時咧食一碗嘢咁幾十蚊咁啊，飽咗個肚。一係就飲茶咯，飲中式嘅茶啦，廣東人嘅中式茶啦，係有早茶有下午茶噶嘛。而我哋而家好少同人哋爭位噶，一係就早茶，一係就下午茶。以前我哋後生嗰時都食噶，食咗幾十年嘅咁咯。香港叉燒、燒味叉燒，係呢樣嘢啊！我哋啱食。茶樓嚟計咧，如果講我自己咧，咁啊，梗係叉燒包啦，因為呢啲蠔油汁啊，咁啊好啲呢啲嘢味啲就好食啲。食咁耐都係叉燒包啊，都50年噶啦。嗰陣時後生，最抵就食包，飽肚啊嘛，係嘛？咁啊，所以啊，叉燒包啊，情有獨鍾啊，真係。咁應該都係魚蛋燒賣㗎，係啊，因為雖然可能好多地方都有賣，但係有啲好食嗰啲魚蛋燒賣都係間間都唔同。我哋食咗幾廿年咯，因為真係好耐世紀啦。以前咧就喺個山窿裏邊㗎。佢哋都唔知啊，你後生啊真係。以前嗰啲鋪頭咧，嗰啲老人家經營嗰啲啊，佢哋自己手打，全部都係自己做出嚟。咁你食，所以你哋咧後生咧就食唔翻以前個味道啦。對於佢哋嚟講，香港味道從來都冇一個標準答案。有人記得嘅係魚蛋，有人念念不忘嘅係叉燒包，都有人對一碗雲吞麵情有獨鍾。味道或許會變，但留喺記憶中嘅嗰份熟悉，始終都在。